Hello，歡迎大家再次返嚟 Hindora Living 喜多生活嘅 channel，我係 Doris。今次我哋會調整心輪同埋喉輪嘅能量。歡迎你返到嚟呢一刻，請你慢慢合上眼睛，感受身體同大地接觸。我哋慢慢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，再吸氣，呼氣，讓呼吸慢慢帶我哋回到自然。如果你最近覺得好委屈，覺得非常之生氣，胸口好似壓住咗一啲重量，甚至有啲喘唔過氣來嘅感覺，請你唔需要抗拒，亦都唔需要急住改變。試下輕輕對身體講：多謝你，多謝你用呢啲方式嚟提醒我，提醒我需要休息，提醒我需要照顧自己，提醒我內心有啲地方等待被看見。而家我哋慢慢將注意力放喺喉嚨同埋心口嘅中央，慢慢感受每一次吸氣，胸口慢慢擴張，每一次呼氣，膊頭慢慢放鬆。想像一下自己坐喺一塊好廣闊嘅草地，天空好大，啲風好溫柔，大地好穩咁樣承托住你，整個宇宙都冇催促你，只係靜靜咁樣陪住你。我哋相信宇宙充滿住愛，充滿住慈悲。呢份能量好似陽光，唔需要爭取，唔需要證明，一直都存在，一直都流動。當你願意打開自己，你就能夠感受到呢啲無窮無盡嘅能量啦。慢慢吸氣，感受宇宙溫柔嘅光流向你嘅心口，慢慢呼氣，將沉重交返畀大地。再一次吸氣，呼氣。而家我哋一齊嚟唱頌 Om，唔需要理會唱得好唔好聽，
只需要感受聲音嘅震動。我哋吸一口氣，再一次吸氣，最後一次，我哋感受胸口同埋聲音一齊共鳴。我哋讓聲音慢慢消失，但係震動仍然留喺心入面，留喺我哋心口、我哋嘅喉輪位置，留喺我哋全身。我哋再次感受一下自己，我哋同天空相連，同大地相連，同身邊每一個生命都相連，感受宇宙無窮無盡嘅能量，無窮無盡嘅愛。呢啲能量靜靜流向你，我哋就讓呢一種平靜嘅畫面停留，好好享受。慢慢深深吸一口氣，再慢慢呼出。我哋感受到心口同埋喉嚨嘅位置，比頭先最初嘅時候多咗一啲空間，仲好似多咗啲平靜添啊！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慢慢喐喐你嘅手指頭、腳趾頭，將意識帶返嚟，帶住呢一份安穩，繼續你嘅旅程。好多謝大家再次收聽我哋嘅冥想練習。如果鍾意嘅，麻煩你 share 俾你身邊嘅人 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希望下次再見，拜拜。